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28，诗篇116篇80安尼讲：主啊，你救我的性命脱离死亡，互我的目睭无搁流目屎，互我的脚无搁绊倒。三角来祈祷，救阮的性命脱离死亡的天平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石盘，你是阮的盾牌，你是阮的救赎主。主啊，你有拯救阮脱离患难，救赎阮脱离死亡。你用你的百姓死了救恩，你用话将阮救活。主啊，对基督会替阮受死，互阮通得到生命的自由，罪过得到赦免。主啊，你的恩典实在真丰富，阮要献上懊恼甲感谢。主啊，虽然黑暗阮夜坎，虽然困境阮逼我，总是你应允阮，你要救阮的性命脱离死亡。你要互你的目睭无搁流目屎，互阮的脚无搁绊倒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